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7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台湾增加4站武汉肺炎的病例，拢是对国外带病入境。中国要求美国住在成都的总领事馆72点钟内就要交出经营权，早起10点，中国的人员去办理移交。早起台湾的股市去互台积电这支股票带动起将近咧400点，大盘超过30年前上界悬的指数。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网络顶头一个口罩公布讲，昨美国一架专门咧侦查海底畅水艦的巡逻飞机，要逼近中国的海岸，上晚的时才差41海里外，这也可能是美国的侦察机有史以来上界接近中国海岸的级别。中国中央电视台是公布解放军伫咧南海演习的录影，敏感的时阵，两国握手把的气氛是真鲜明。目标南海。中国解放军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战机伫海顶是飞真低，攻击海顶的目标，出动几十架战机、甲几千个弹药，还佫有地面部队随时待命支援。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公布训练的画面。伫同一天，中国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推特公布讲，美军一架 P-8A 反舰巡逻机为日本落南飞对中国。下晡2点左右，离浙江福建之间的领海基线才41.3海里，差不多是76.5公里，就是佫倒转去。美军的飞机其实过去基本上都是沿着台海中线在飞嘛，那么现在等于就是说偏西边台海中线的西边嘛，当然就变成说离中国大陆变得比较近了。他们是想要更近海的去靠近中国大陆那边去收集更多的资讯。通常一般来讲，我们这样就是12海里的领海加上12海里的经营水域啊，大概48海里的距离来说的话，这都已经是接近陆方忍受的极限了。美军军机真正伫咧台海出现，尤其是7月26早起9点，E8C 指飞机先飞入南海，这嘛是7月份第5届。接落来 EP31的侦察机嘛来啊。同一天下晡 ，P-8A 反舰巡逻机出现伫咧台湾北部的海域，离中国海岸无甲80公里，真有可能是美军侦察机上接近中国海岸的一届。因若这嘛是美军头一届。同一天，伫咧台湾东北2边升空，佮加上中国解放军公布南海演练的画面，时机是特别敏感。美军的军机这样一直在中国大陆这周边这样子飞嘛，会被中国大陆认为那是军事上想要故意挑衅嘛？如果这种就表示说解放军很强大，这个你们不要随便来惹我。美国军机挖进中国的海岸，佮加上定定进入南海侦搜，敢若是要加强对中国解放军动态的掌握。若中国以公布演练的画面来反制，嘛，互美中冲突的气味是愈来愈高。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两国伫咧握手吧。中国要求美国驻在成都的总领事馆72点钟内就要关门串户，交出经营权。期限拄啊，到早起10点。昨暝美国的外交人员已经甲招牌点号拔落来，国旗也留落来。天色渐渐光，为我来探头探耳的民众是愈来愈侪。10点时间到，中国的人员也对大门行入去，正式办理移交。伫中国，互因的72点钟的限期愈来愈晚，工作人员赶要甲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票拆掉。一台一台的货柜车，甲美方主管人员包好的物件载走，拄领事馆离开。就伫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关开了后，中国日时嘛提出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要求。天色渐渐变光，围观的人嘛愈来愈多。对面街路顶悬有民众伫大楼外口挂五星旗，有人摕手机记录这栋建筑物由美国人掌控的船尾一刻。我有一封公开信，我想给到党中央。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紧张的场合变做观光景点，闹场的查甫人真紧就去互带走，毋过就惊讲会出现一寡状况。领事馆大门口头前这2天就出动真侪警力来顾，而且管制交通，敢若限特定的车辆通行。央视报道，早起6点18分，美国国旗豆豆降落，嘛若像美中关系降到极点。加油！我是中国人，中国加油！我是中国人。甲日时美方人员甲门弄开，而且甲中国国旗甲5星旗摕落来机动比起来，早起10点的限期到，现场并无发生冲突，嘛无看到大量人员撤离。中方主管部门了后，就拄正门入去实施接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伫咧推特批评讲，美国的行为甲强盗无啥物差别。中美贸易战火佮加上武汉肺炎疫情甲香港异地等等，美中互相甲领事馆关开，关系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股市来讲，咱台积电这间公司伫咧美国股票市场近来表现嘛真响头。早起台湾股市一个开盘就去互台积电带动，起将近要400点。大盘的指数超过30年前上界悬的12682点，尾收是一直点12600点，起落往回，收盘是12588点，这也是有史以来收盘上界悬的价数。资金行情抢悬，佮加上台积电可能去接到英特尔7纳米专单利多的刺激之下，台股开盘气势真强，以大起超过300点开出来，短短15分钟就摕起哩新的里程碑。波动指数佮超过12682点，上悬来到12686点，改写历史新高的纪录。台积电的股价佮起涨，来到新台票424.5块，市达到11条，而且联发科股价嘛超过700块的关卡，带动台股指数继续抢悬。这个指数大概只有台积电占的百分比比较高，其他的这个涨势并没有那么多，跌势比较多。所以似乎是有单方面在操作台积电的这种股市行情。伫咧资金专研进入半导体类股，台股开盘1点钟成交量佮超过1000亿。台湾 IC 大厂联发科嘛伫咧外资增加，以1.12兆的市值超过鸿海，变做台股第2大的权值股。不过新机股的表现也是不好，指数是落ไป3%。我们看到美国这边释放出来的资金效应。流到台湾这边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资金行情，包括晶圆代工、封测相关的这些半导体，都有一些比价的空间。会在台积电拉高之后，开始大家更重要的是，世界的资金会看到，相关台湾这边半导体的实力啊，那当然也会推升台股在长期的评价在往上走。在伫台股创新高的时阵，分析师嘛提起，伫武汉肺炎第2波疫情甲美中问题等等所造成的威胁，还未完全结束进程，行情也是变动的局势，投资人也是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健保的财务真安斗，去年敢若药品的支出就头一摆超过2000亿，尤其实质性的肝炎和预防中风心血管病症的药品开销顶上重。健保署是有说明讲，原因是政府伫咧推动讲公元2025年就要消灭私型的肝炎，这笔的开销毋则顶了较济，毋是讲这款症头的患者有增加。台湾人平均血收愈来愈长，却无一定拢活甲真健康。根据健保署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台湾人的健保药费头一届超过2000亿，达到2083亿，其中各以私型肝炎甲心血管疾病用药占上多。新药持续不断的引进，再加上老人的人口不断的增加，所以药费会比前一年来的增加，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健保署表示，因为政府推动2025年消毒试管的计划，最近这几年以来主动体检甲治疗患者，所以10大药费排名嘛对咧变动。试管用药毋若拼过连续19年冠军的心血管用药。而且佫排伫咧前2名，总共开健保68亿外。第3名是预防中风心肌梗塞的保酸通，药费是25亿；治疗高血油的冠之妥有23亿；治疗鼻管的贝乐克是有18亿。那为什么会用那么多钱？是因为它的药费很贵。好，一个病人大概要25万。现在很少有一个疾病在8周跟12周就根治了。那这个根治以后，病人后续的肝硬化、肝癌都会减少。另外，药物使用量上侪是降血压的药啊、慢药，有要149万人用药。第2是冠之妥71万人，利普妥47万人。健保署强调讲，会透过分段药力系统减少中风药的问题，嘛提醒民众爱养成健康食食的习惯，适当运动，避免得到慢性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早起国民党立委出来批评讲，行政院所提出来第3批替民间消掏困难的纾困预算，超过一半的经费拢是咧补第2批纾困案已经开启的项目。苏贞昌院长去中兴新村视察的时，当记者咧问起这条代，伊嘛说明讲，这个经费实在拢咧协助上届客欠的对象，兼顾要带动经济进展。说明的部分，这6页。这如果你用2100亿来算的话，这1页值350亿。如果用5页来算，因为这一页真的不太算1页呢高达420亿。这样子呢，就要来跟我们拿2100亿的这个所谓再追加的预算。现在
纾困3.0，在立法院的同意下，我们会继续进行，就是要让台湾能够继续把疫情在最困难中，我们能够帮忙最需要帮忙的人，同时能够振兴经济，每一个钱都花在刀口上。因为苏院长有因要支持高雄市4000亿，但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也开声要求讲，都要公平对待各县市才对。苏院长嘛特别表示，伊当上任迄阵，就补助新北市捷运宽纵线2000多亿，因为当然中央做会到，一定拢会尽量。中央地方的合作，才是人民的福气，大家都要互相体谅，互相加油。听到苏清昌院长话讲要投资高雄4000亿，台北市郭文铁市长也有话要主张，是讲台北市政府又搁发布要新换一名发言人，这是过去捌做过新闻主播的陈志涵女士。等候民进党的市议员出来批评讲，郭市长的发言人换了接，莫非这是开市府的，来替台湾民众党选举斗练兵呢？台北市长郭文铁的市府团队佮传出人事变动，现任发言人周台德转任市长室，负责台北市政府两岸佮国际外交等等的业务。发言人的职务改换前电视台主播陈志涵来接任，新增加第3个副发言人林定宇。陈志涵进前担任台北市媒体事务组的主任研究员，主导郭文铁并且文章风格是较强势，嘛叫外界解读做是要针对个的意思。我讲话蛮直接的，那如果直接就代表攻击性很强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是风格上的不同。对我来讲，我们有各式各样培养人才的计划，慢慢还是会有。郭文铁任内5年7个月，发言人的部分直接调动，前后替换要11个人，去互立行市议员批评讲，商品无好，换更较好的化妆师来化妆嘛无效。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发言人，因为政策本身就是最好的发言人。难怪会被人家怀疑，这些发言人、这些副发言人，也就只是2022年你民众党要派出来的这个议员的候选人而已。最近高雄市长补选进入最后拍拼，行政院长苏清昌推出甲高雄有关的4000亿建设甲投资案，替陈其迈来做选。郭文铁批评讲，政府讲钱完全无财政纪律，市政府毋是可以医生地当解决问题。针对6都一向差袂离的通筹税款甲补助款，今年台北市阁是摕上济，郭文铁嘛有话要讲。你要把那个特别预算全部都加起来，就是说所有钱要加起来算。我跟你讲，前瞻计划一起4200亿，台北市拿到20亿。那你还不如干脆不要给我。市议员表消息讲，伫要伫9月份开幕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阁有真侪所在消防设备故障无达到公安标准。郭文铁讲，市议员摕旧年资料来质疑，资料应该换新一个才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去年11月，美国的司法部门伫咧海关抓到一个当要入境的新加坡公民，名叫杨俊伟。伊是当伫咧新加坡咧读公共政策的博士班，不过另外一方面也踮美国招募下手，咧替中国收集情报。7月24日，杨某人已经认罪，这条案相当是会判甲10档的有期徒。这名39岁查甫人，就是承认为中国政府伫美国进行情报收集工作，并且伫24向美国司法部门认罪的新加坡籍公民杨俊伟。根据美国司法部发出的新闻稿，2015到2019年间，杨俊伟无事先甲司法部长讲，以外国政府代理人的身份将事活动，将面临相关10年的有期徒刑。2015年，杨俊伟进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工校公共政策学院读博士班，也是伫这一年开始为中国情报人员工作。根据法定文件，杨俊伟自头到尾甲中国情报人员见面大约有20摆，毋但家己做情书，搁较开始伫美国报网找下线，设立假的政治咨询公司，招募人才。伊透过政治平台，就是少数伫中国也开放使用的美国商用社群媒体领英。领英进前也被德国甲法国政府警告，已经成为中国检索的工区。Le Figaro reporting intelligence services have established, quote, several hundred targets were engaged in a rather advanced state of compromise. Several hundred targets were more or less compromised by the Chinese. Are you surprised? 杨俊伟透过领英招募期间，达到9成求职的人，拢是来自美国军方甲国安相关的人员。伊将履历甲中国情报员分享了后，锁定会当提供证据的求职者，佮利用因的弱点，像对工作负面的情绪、甲经济困难等，
以美金1到2千，大约是3至6万的代票，请用印写报告。其中包括一名美国空军文职人员，都写一份关系日本向美国买 F-35战机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有一名捌伫阿富汗做兵的军官，也写过美国为阿富汗退军了后对中国影响。另外，名单中也个包括当时在任的国务院官员。杨俊焕伫去年的17月入境美国的时阵被逮捕。伊的母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真紧随终止杨俊伟的博士生的资格，并且表示这个案无其他的师生涉入。新加坡内政部也指出，杨俊伟并无对新加坡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也表示会经济需求替杨俊伟提供援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今年热天大西洋迄边头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咱台湾所讲的风台，7月25对美国的德州上陆，风猛雨大阵，一站有超过28万户拢失电。这当阵武汉肺炎当伫咧德州探无休，灾害酸长，有影是一间大家双头天。2020年大西洋第一个飓风汉娜，自古对美国德州密西根湾沿岸以1级飓风的规模登陆，互当地透大风到大雨，相关风速达到每点钟145公里。德州圣体社一座小码头，83岁船员塔克原本是要踮伫船顶渡过风暴，所发现船身的塔门已经去互风吹甲破去，落尾是靠搜救人员才甲伊传起来岸顶。强风甲路边的树仔渗倒，街仔路四界淹水，交通乱七八糟，而且嘛，互真侪人无电塔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上侪有28万3千户的居民甲企业做伙停电，而且飓风汉娜敢去做热带风暴，毋过嘛已经对德州造成真严重的灾害，佮加上当地新冠病毒的确诊数量一直抢悬，嘛地区状况是更较凄惨。It started raining about noontime, and the wind started picking up, and it hasn't let down since. We picked everything up. We're here to check everything out today, and looks like it's suffered quite a bit of damage. 汉娜嘛算到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市区街仔路淹作河，民众挂行李都厝里逃走出来。Y aquí nos dijeron que no se inundaba, que no pasaba nada, que el agua no terminaba. Y mire cómo estamos. Nadie nos vino a apoyar.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 表示，虽然目前汉娜威力减轻，毋过也是要注意透大风、落大雨。德州州长艾伯特嘛对汉娜路线当中的32个军发布紧急灾难状态。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这边的休困日已经开始比赛，不过还是无开放球迷入去现场观战。独干那雪卡哥这一搭球场，厝顶是有摄录台，是讲总开放嘛才40-50个人客。韩国这边昨暗是今年头一摆开放球迷现场观战，不过总人数才开放球场以外位的1成尔。啦啦队真拼是伫咧替大家加油，咱那球迷嘛真欢喜，大声伫咧欢呼。韩国这帮26头一届开放观众入场，不过所有球迷入场拢要挂喙罨甲磅体温，而且提供联络的资料。伫咧看比赛时阵嘛要保持社交距离，过程当中也佫禁止食物件。 그리고 음식물이나 이런 거 가족끼리 같이 못 남고 좀 아직 떨어져 있어야 되지만 극복해내라고 믿고 빠른 시간 내에 다시 같이 모여서 응원할 수 있는 문화가 됐으면 좋겠습니다. 韩国这帮为5月初5开始比赛以来，拢是采用无观众的方式来比赛。韩国政府24宣布开放职业体育比赛，观众会当入来看，不过人数限制是观众座位的数量10%以下。也若顶礼拜6礼拜，美国这帮大联盟的比赛是拢无开放球迷入场，不过芝加哥小型队的瑞格里球场是真少的例外，因为球场4颗位啊，真有名的瑞格里厝顶的看台，拢总有16个。 球迷伫咧疫情的期间，也是会当伫遮看比赛。I definitely feel sad that the stands are empty, but I still really enjoy the fact that I can go to the game, that I get to see the environment, that I get to be outside, hear the music, and see the players, the people who we love to watch. 瑞格里厝顶的看台是属于球场外口的建筑物，原本一张票就要150块的美金，不过即卖已经起到上悬440块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3000块，而且一场比赛敢若开放1/5的座位，差不多是40个人至50个人会当看比赛。 另外，马林鱼队传出有4个球员确诊，其中表定设法的尤瑞尼亚伫咧比赛进前临时互替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因真有可能是伫咧22的时阵，伫咧来回亚特兰大的路林去互画到的。记者综合报道。
等下关心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游盈良教授所主持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单只调查出来的民调，指出讲陈菊担任监察院的院长，有4成2的人认为讲较无适当。若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这条案，民众赞成甲反对是5分5分。7月份立法院临时会通过监察院人事权甲各项的法案。总统蔡英文顶一日嘛伫咧全代会答应讲，推动宪政改革，优先处理废考监。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上新的民调，针对陈菊做监察院长，有43%的民众认为讲是有效，42%认为无适当。若针对废考监，差不多有4成至4成5的民众赞成。民众对废考监的态度是真无共款。游盈良认为讲，蔡英文提出宪政改革，所拢无任何准备的动作，加上立法院临时会硬通过监院人事甲参审制等等重大的法案，互蔡英文变做招招人伫咧话头的政治。选民对宪政改革是意兴阑珊的，那原因是什么？我发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蔡英文总统推动宪政改革是漫不经心的，也不知道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民进党是失踪了，要不然才不会说，废考监2院，废了10几年，还被人家嘲笑是玩假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实在很不进步了。虽然司法改革甲废考监等等的议题，批评的目标拢指向蔡总统，不过这份民调对蔡英文施政的满意度有58.6%的民众认同，34%无认同。前台南县长苏焕智认为讲，台湾陷入美中战略，所以受到美国的重视，规个环境对蔡政府有利。不过国民党嘛伫咧日前召开党团大会讨论修宪案，按算后礼拜会提出国民党的版本。作为宪政机关这个机构大家都比较有共识了，可能不需要了至于它的职权怎么分派，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版本的内容。林维洲表示，废考监是目前的共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考监2院权力要安怎分派。不过国民党内部对废考监恐惊冲击到5权分立，目前还阁是有无同款的主张。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所提名的高雄市长候选人李美珍硕士论文所产生的风波，但是引起社会开始咧重视论文照抄这桩问题。管碧莲立委就指出讲，学位受无法恰当前，新增加请人写论文处罚的条例，不过到今才罚过1件尔。教育部是统计近来4档有37件学位撤销的案件，其中有4成6都是因为论文抄人的。代写论文的状况一直拢有，多国语言签约老师几百位，标准7万是基本。即马嘛有业者强调，配备上升所谓反抄式的政策比对系统。比对系统有它的限制有一些专业的部分呢，不是说用表面上的文字就可以比对得出来，还是用同款的字来规避成为比对系统的漏洞。游盈会讲，要去查代写更加困难。教育部2013年增加论文代写罚则，7年来敢若罚1件。今年委托专案办公室主动来查，陆续查到60件疑似的案件，确定开罚2件。国外的厂商他不一定要配合我们的一些法令规定去泄露他们的个别资讯，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说，这些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请他们针对这个广告要下架。教育部统计，这4年有27间学校37件学位撤销，其中17件是偷抄别人的论文。撤销案件内底，在职专班1半以上。但是，不管是一般学生，也是在职专班，事后工会指出，关键也是指导的教授爱负责任。口试的时候，如果他严格把关，从口试就可以知道学生是不是请人代写的。学生的能力、论文专业的判断，指导教授上界清楚。游盈会讲，若是无清楚是失责，若是放水更加爱追究责任，呼吁检调以早起来办理，改善状况。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咱国健康食品有一块绿色红仔的标记，这就是通过主管机关许可，有做过实验的。不过近来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就跳出来主张讲，卫生福利部咧公告骨轮骨膜保健的功效评估的办法，干那咧看动物实验的结果，根本就无法度证明对人体嘛有效果。立法委员林淑芬嘛批评讲，那这款规定未免已经是有较浓哦。
产品顶头若附小绿林标章，代表这项保健食品是有增进健康的功效。不过，动物社会研究会认为，最近卫福部有个关于保健健康食品的相关评估方法草案，想过看重动物实验，嘛指出十周龄大鸟鼠实验的结果无法度适用人类因为老化造成关节退化的症状。它是在大鼠接受手术或药物注射后的隔天，马上就开始进行实验了。那在这个时候，动物根本就还没有产生退化性关节炎，根本就是非常荒谬的。当社认为，比起做这种浪费性命的动物实验，更加应该进行人体试验，因为为药物的实验来看，会当发现伫动物身上有效，但有9成对人体无一定有效。立委嘛认为，台湾不应该这落伍，甲保健食品是毋是有功效，建立伫有问题的动物实验顶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国际潮流是要求这些健康食品不能够再以动物实验为主。台湾为什么要这么落后？卫福部表示，相关草案还未公告，民间的声音会纳入，标章的审议嘛会向纳入人体试验来拍拼。如果可以完全用人体的，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做研议政策的改变。卫福部说明，有关健康食品敢有功效，是经过审议小组委员参考文献，配合动物实验的结果来审查。目前还无有取得小绿林标章的关节保健产品，但初步有要求业者要进行人体实用的研究。记者林志文、王德心台北报道。甲观众朋友报告上届新的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阁新增加4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是2个男性、2个女性。目前病例人数计共有462个。另外一个按台湾倒转去到泰国的劳工，隔离5天，确定致病。咱这边嘛开始伫咧进行疫情调查咯。等等嘛来听指挥中心的曾金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新增自立的境外入的个案，那从459到462，那分别是20多岁的女性，还有20多岁的男性，跟50多岁的女性，还有60多岁的男性。那459是去年12月到这个赖佐州工作，那今年7月19日开始出现头痛，那之后开诊之后就送到我们集中检疫所，今天确诊。再来的按460跟461是一对母子哦，他是长期居住在南非哦。那他是在按460是在7月11号有症状，461是7月22号有症状啊。要报告一下，就是按462的部分啊，他是2月独自到这个美国探亲，7月20号返国入境时没有症状啊，所以他搭乘这个防疫计程车返家居家检疫。那另外就是要说明第2件是有关太极宫自台返太后确诊这件事情啊。他的给我们的资料是说7月25号确诊，所以我们还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什么时候的检验啊。那另外我们也今天就立即跟地方卫生单位联系了，那会针对这名个案啊，在台湾他的这个接触者就做调查。那倒转来关心生活的消息，虽然讲振兴3杯羹真好用，不过分啉者无共经观光工厂收到3杯羹比例济少嘛差真济。斗六工业区内面一间咧做千赞鸡卵糕的观光工厂讲，因为3杯羹都无咧食糟，人客提出来开用的比例才顶1成桶。另外一间豆油的工厂是欢喜讲，这2日来营业额内底收3杯羹的比例就将近5成了。云林这间鸡卵糕的观光工厂，进前就开始准备要抢振兴券的市场。不过业者表示，看这2礼拜假日营收的状况，振兴券的收入比例敢若是业绩的12%。我们目前的话，如果是占营业额的话，是大概是1.9%，还是大多都会以就是信用卡或者是现金付款的方式会比较多一点。应该是拿去买大样的。来鸡卵糕观光工厂的消费者是讲，因为振兴券无食糟，若是买较少的鸡卵糕，就爱买几若块，会影响到使用振兴券的意向。不过，同款伫斗六工业区的豆油观光工厂，假日的营收都外5成是使用振兴券。花多少？2000？花了2000。对。还有要做什么其他的用途吗？做什么其他用途？
应该也是买东西这样。这2个礼拜下来，目前振兴券在这边的使用率也算是还不错，有占到4到5成左右的营业额，都还是客人会使用振兴券的方式。导游观光工厂的业者表示，为着鼓励人客使用振兴券，工厂嘛推出方案，甲每一张振兴券提悬50%的分额，请大家来使用。不过，有民众表示讲，方案是会吸引消费，不过个第一考虑的会是大型的商品、家电，也是民生用品。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去年中央政府发出讲要开放山林，欢迎民众入山，不过风险也着要考虑大升。内政部消防署是统计讲，今年顶半冬，拢总有151件山内救援的案件，尤其大多数拢是会晓入去，袂晓出来。登山界内行人嘛咧提醒讲，未入山，咱着要家己先准备好十层，了解山路出入种种。若无食遭遇风险是歹担当。咱当嘛来看公司台语台新闻专题，做伙来想互详细。经过10天的超吹，出动900人次，直升机吊挂总算成功把平安病院的副院长救出来。若到山，日前伫咧嘉宾5目发生一日来回的登山客捡掉路跌落的意外，一名消防队员搁伫咧救援当中受伤，好在在路尾2个人拢平安。登山有风险，上界定发生的就是找唔到路、捡掉路意外。像这个所在离山厝啊，才150公尺尔，冇发生过有人行到碰无去的意外。也毋过，这后来有说机票来指路，上个重要的其实嘛是山友家己爱准备交通。大部分拢是咱咧讲的迷路啦，走无去啦，唔知影要哪行出来。到尾啊，你着行袂叮当，行袂叮当，代志就会出代志。无水啦，这人的身体就啊死去，你要救伊，伊的时间就会愈拖愈久，这就愈足危险的啊。为消防署的数据看起来，开放山林以来，山域的事故和去年同期相比有增加的趋势。今年1月到6月，总共有151件。消防署是分析讲，4月防疫新生活启动了后，人潮拢往都市附近的山区去，所以新北台中这高山事件增加。要降低登山事故的风险，要正确来使用登山地图工具，定时回报作票给山脚的老手人。若是报案，爱原地等待救援。按照这个航机对咧行，然后你随时参考讲你已经行过迄个路有共款无？有热心的山友就用家己的专长制作登山专用的路地图，会当伫登山的时阵随时来比对路线，确认敢是有捡着路。路地图逐礼拜拢会根据山友所汇报的状况来更新资料，会当讲是真侪山友做伙用脚行出来的。使用你若有正确的使用，你有练习过，有做好功课啊吼。90%拢应该袂拄到这个迷路的问题啦。嘿，我感觉即摆问题遮济，大部分拢是拢无做功课，临时要想去啊，就去啊，准备无够。对，但是这次就会发现很多是那种完全不知道自己来干嘛的，把奋勇冲到湖边，然后冲回来发现，傍晚了下不了山。对，然后我们这边叫收容。对啊，然后还有那种，他走了29个小时才下山。对啊，那这种状况其实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去年中央开放山林，让民众方便登山，遮侪民众却无风险自负的观念，这嘛造成各地山域管理机关和消防救援承担的负担。这嘛是为什么南投等主管机关甘愿红美保守，嘛无愿意来修登山条例。另外，山友目期待一套真正有法度发挥用处的登山险。目前行政院表示，即马搁伫咧和民间业者研议当中，开放山林背后的风险。向来负担，需要民众继续来关心。记者由张玉水、林坤明台北台东报道。咱也继续来关心登山的消息。7月18，高雄市一个九线线和山友做伙去行旗顶旗尾山往美浓灵山的山林这条路线，到中昼正人发觉伊对无着阵，赶紧通知救援的人员起来斗找。尾手才发觉可能是热着，爬落去山坎边，找到的时已经救袂转来。医师嘛提醒讲，热天伫咧室外活动，一定要注意热日头，也着要加补充甲水分。看到远远的山峰，山脚的美景嘛拢看现现。东边看其是中央山脉，
西边是阿里山山脉，中央隔基山溪甲老龙溪，基隆直行是第3届真有名直行的路线，吸引袂少山友去爬山。最近有一个民众去爬山，可能因为天气伤热，落山了后摔落，不幸死亡的消息。患者已明显死亡，员警到场以后拍照取证，再由消防人员会同员警将患者运送下山。这个月18早起，山友一家人拢总4个人为基尾山爬起哩。原本按算下晡2点半落山，不过大家到山顶的时阵，煞等无行伫咧上后尾姓周的山友，大家等1点钟了后，就赶紧敲119报案，才发现伊已经发生意外。基尾山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讲，基隆直行海拔差不多300公尺左右，有5公里长，估一抓3点半钟就会当完成。虽然路线顶悬有真侪山路，而且佫有真侪需要爬的所在，不过困难度并无悬。研判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无啥物通好遮远的所在，才会致使掉山发生意外。接近中午的话，你这个自己的防晒啦，还有你的饮水，最好是一定要结伴，可以互相照亮。爬山的话，有什么意外会发生，大家都很难预料。医师嘛提醒讲，除了避免伫咧早起10点至下晡2点做长时间户外的活动，伫咧较湿较热的环境，或者是做伤激烈的活动，嘛应该补充水分甲盐分。才会当预防热衰竭甲掉山所带来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中市大雅上山2路这一处社区住10几户，原本是农业区，当初是伫咧重划对外交通的巷仔路煞画无着，但路面佫去互私人占用，敢若救护车要出入都为难。这些民众他嘛出面要求市府定情，尽量设法斗排解。社区里面关心话，想要替家己争取一条安全等去出年的路。还我们可走的道路。台中市大雅区上山2路这个社区已经行了几60年的巷仔，即马叫巷仔口的住户以废弃物来占用。但是向台中市几路的单位来定情，拢讲是国有财产署来管的。国有财产署又搁塞互地方政府，讲是爱认定道路使用的目标。今年27号上午到台中市政府前面来定情，希望市府会用斗3工。要互居民的生老病死拢活伫惊吓当中。去世了，真的还是用单杠，要用人力抬出来，抬出大体。老人救护困难，里面社区如果发生火灾，也是一个困难点，而且有生命疑虑的问题。居民讲，农业区重划的时阵，这条路无划入去，变成了国有财产署的财产。本来大家要业主来买这条3米宽、10米长的巷仔，但是叫因拒绝。即马叫私人来占用，互社区面临着无路通好行的问题。台中市用工处表示，这个社区的巷仔无符合着继承巷道的要件，但是为了民众行的安全，会协助甲国有财产署来协调。国产署部好像有人要去承租的、要去购买的这个区块，它是供特定人士进出了。那这一部分在基层道路上认定上确实是比较缺乏一点点。但是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调阅相关的一个建造以及相关的一个道路法规部分，邀集相关单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检讨，看能不能提供一些适当的一些协助。居民为着这条路争取了10多年，4月拢去互人踢皮球，最近有传出道路可能会互国有财产署卖出去的消息。居民烦恼无路通好行，才会来台中市政府定情，嘛愿意出钱来买，互出年的人一条安全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作家陈明仁，专门考试读文学甲戏剧。少年的时捌写过电影剧本，买手主编党外杂志，换选机文宣，渐渐才觉醒讲，只有用台湾话来写诗、写小说，才会当保护咱的文化宝贵的主体性。但前卫出版社嘛，将陈明仁拍远的故事这部作品配合录音，就去发行，望互愈侪人听到、读到故事中间台湾人的精神。简单，我家己听到，无语，静声。用正港的台语开口来读家己的小说，陈明仁展现出这几十年来的台语底子。伊讲，伊就是要甲台湾人用过的故事拢写出来。我这个年岁拄好经过这个，拄好这个接这个无，这个较忙，我想干那我当写呢。我若无甲真咧写吼，袂使。啊，伊若写做一般的记录吼，无人会看，所以我要编故事。用小说把这个物件写出来，人才会去注意。我主要是要把这个台湾即款咱较早有的语言啦、价值观啦、婚姻啦、爱情啦、信用这物件有无？拢甲包括咱性命这物件。陈明仁表示，语就是有声音的，爱写台湾人听有嘛读有的作品，才通成做伊心目中的台语文学。
这款的理念，连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林文钦也真认同，和伊长期合作。台湾产生的故事吼，有迄台湾产生足自然、足亲切的，佮经过伊写出来，伊足水气吼，足趣味的款的语调，有教授评论讲，伊的作品是真五人式的。社长林文钦保守陈明仁有语言的天分，台语讲到也真水气，听伊的册真是会使感受到文学的气味，佮会使对册内底捡一寡传统的台语词转来。不是给他买啊，买东西不是啊，咱要茶米，要罐酒，要大油，要迄落拍车单无，拢有伊同事，无共款买的物件，也无共款同事，尤其是每一个行业。做新人讨海做肉的，因拢因的专业词啦。啊，这个专业词外口无一定知。啊，这拢是咱台湾宝贵的语库啦。因为我都这若无公交的，我都想要做这啦。长久以来，除了台语文的创作，陈明仁也有一个放伫心肝底的梦想。我毋是要做文学啦，其实我是咧做建国啦。因为我一生就是讲，我若有一世人会当做一个台湾国民，迄是我上大影响啦。身为台湾人，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是陈明仁一生打拼奋斗的目标。伊也希望这寡伊写的册，未来通加做台语文教材，让少年人了解台语原来有才调通写万事万物。记者李定、林坤明台北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台语的作家陈明仁，自少年的时阵开始发心，决定讲要落去行台语这条路，伊就真拍拼。过去好朋友你敢知？永早台湾各大学拢无迄个台湾语文学系，这20-30年前的时代无偌久呢。陈明仁老师，伊就去真侪大学的社团去教课，去念台语诗，互人听，包含伊写真侪好听台语的歌词作品。拢是小钱作曲家伫咧作曲，来国正行咧介绍一条陈明仁老师歌词的代表作《故乡的残垣》。见面歌词讲：白灵丝脚长长，想要烧酒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牛车路狗长长，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残垣？是啦。人是中华离人的人，自少年的时阵就出来社会，伫咧流浪。因为农村已经歹讨趁，当出来社会，伊做过真侪工课，这种种的过程，变做伊文学中间的营养分。歌词内底写讲，白灵丝脚长长，看到白灵丝就来问讲你会当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搁有牛车路狗长长，你圆圆弯弯。这是牛车呢，圆圆弯弯，敢会行过阮故乡的残垣？歌词就表明讲，当出外流浪，这个少年囡仔思念故乡，看到白灵丝，看到牛车，拢伫咧探问，你敢会经过阮故乡的残垣？毋过故乡是出外人的故乡，这句毋是郭国正讲的，是陈明仁另外一首诗句所讲的。故乡犹原是留踮出外人的心内。真正故乡的形象安怎样变化？你继续来听中站的歌词副歌安怎样写？讲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一区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敢若剩满腹心酸。15暝月光光，照阮窗仔门。月娘会当照偌远，敢会照着阮故乡的残垣？头拄国正所讲起，这个少年陪50岁者，实在讲到中年回乡故乡，才知影讲故乡早就已经趴远。当初时，若毋是农村破产，谁要离开？他乡外里安尼伫咧流浪，离乡背井，即款的心情是真艰苦。毋则讲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敢若剩一区干梦花，甲满腹的心酸。唯只有寄托月娘会当照偌远，敢会照着阮故乡的残垣？
过来，咱原来来关心干苦人。来讲，云林县斗南的信义育幼院成立到当41年，已经照顾超过500个本身的家庭看顾较袂着的儿童甲少年囡仔。今年因也照英国的做法，带院内这囡仔骑脚踏车环岛，半中途佫去老人院表演甲服务，望这囡仔别日也通手盘下，做一个肯替人付出的人。囡仔囝囡仔仔挂乌银目镜，伫安全帽一个对一个准备出发，开始因7天6暝骑脚踏车环岛的旅行。不过天气这尔烧热，细汉囡仔敢准备好要接受挑战啊？我准备好了。平常因为在学校体育课都很活跃，所以体力上是 OK 的。大家都抹了防晒了。云林县斗南镇信义幼儿园创医41年，安置超过500多个有老无厝、家庭功能欠缺的囡仔。这10年来也替因办骑脚踏车环岛的活动。今年打算对斗南骑去恒春，互因沿路欣赏西半部的风景，也去老人院表演背时代。在这个7天6夜的旅程当中，他们会在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例如老人安养院等等这一些，让他们去做助人的工作，对他们的品格来讲的话，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在孩子的脸上会看到不一样的表情，孩子都是很有信心的一个表情出现。来回600多公里的路程，考验囡仔的体力和耐心，也互因伫咧路休产的时去社会福利机构陪伴较弱势的囡仔和老岁仔，学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公园来讲南投草屯艺术社区，逐月日拢会办活动，甲民众加学一寡手艺，甚至讲也通接淡薄仔石头，增加砖头的收入。近来社区毋但开班教厝边头尾做乌粿，另外佫也咧教歌戏，有影是有通食，佫有歌声通好听。先甲糯米粉、太白粉和再来米粉烂做伙，佮来甲欠芳过的香菇、虾米、猪肉和蚵仔角掺入去拌拌的，众人学做粿，细日仔甲切做一块一块，放入去人绳吹。等吹过时间，大家就去听歌戏，也学唱几段。我做本身最爱食粿，我来这就是要来学做粿，看歌戏，这是一个传统啊。嘛是一种行销，然后体验一下就是以前的辛苦啊，做那个粿是如何制作的这样子。南投县草屯镇艺术社区就望代表台湾味的乌粿和传统的歌戏，卖直直失落。逐个月拢办1摆活动，互民众把过去的古早味找回来，也学一寡无同的手艺，像做手工饼。让我们传统的技艺就是流传，不要说流失了，让就是年轻人呢也可以来参加，然后长辈呢也可以来参加。艺术社区的居民若看歌戏，若做粿，学老一辈的手艺，也减彩联络感情，甲台湾传统艺文产业和食食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社会百样人，咱先来讲联心国际医院的资深副院长柯时典医师，已经连续13天去到尼泊尔这个国家义诊，佮踮遐设一搭医疗中心。但柯医师也去互周大馆文教基金会推荐，肯定伊是客家人仁心仁术的好医师，得到今年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奖。得到2020年第23届全球热爱生命奖，联心国际病院资深的副院长柯时典。连续13年去尼泊尔义诊，伫当地成立医疗中心，引进资讯系统、产检的制度，提升居民健康的知识，而且嘛，互周大馆文教基金会学到讲，伊是客家下国的苏怀德。直到最近呢，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不止义诊，不止医疗，我们还要帮他们这一个做一些公共卫生的一个概念社区健康营造。所以呢，陆陆续续这3、4年也有一些新的一个做法。周大馆文教基金会推动全球热爱生命的运动，提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念。23年来，已经表扬下过5大洲、68个国家，要400个得到全球热爱生命奖的人。像那柯时典医师是为全球推荐的2819个热爱生命奖的名单内底，摕到这个奖。颁这个全球热爱生命奖，让给他最重要，我们是要产生更多的跨国的使怀者，因为台湾的医疗是世界第一的，爱无国界，也是让台湾之光走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有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术学历的柯时典，
在今年全球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的时阵，嘛加入第一线机场入境美班采检的工作，替台湾人守护边境的防线。也若即马尼泊尔新冠病毒疫情的病例增加到18000人确诊，伊嘛真关心尼泊尔的疫情，按算等疫情解禁了后，要组团协助因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休热期间到一群交通大学和大安高工的学生组织起来，特别去到花莲县新城国校，替这幼囡仔做目，钉一片读书hiệu亮的牌啊，还有刀啊、椅啊种种。这同学嘛讲，家己嘛是咧学学校所教较不足的内容。了替偏乡国小学生打造新的环境空间，交通大学甲大安高工的师生7月15就来到花莲新城国小。听讲这丛大树仔树下骹是校园内上无人爱去的所在，所以团队就特别选伫遮要制造一个细大树的平台。本来原来的服务据点应该是在柬埔寨，只是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就刚好因缘际会，那也了解到新城国。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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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那个中午就可以睡午觉，然后还可以在那边写功课。因为是公益，所以这寡插头关掉，拢是林务局免费提供。团队有过30亿元，甲明年还佫会继续帮忙其他的偏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款蚵仔粽，黄酸雨水季，雷公若弹，花若开，就会放出臭味，所以外号人讲叫做雷公屁。啊，南投有一个真爱种特殊的花草的民众，种6冬这款蚵仔才来开花。伊讲当是互伊臭甲真甘愿。外形看起来就亲像高丽菜，但其实这是世界级的伫幽种油扁木屋开的花。介意收集特殊花草的罗先生，伫6年前开始种油扁木屋，总算伫今年开花。因为花蕊造型特别，嘛吸引介意原价的民众来翕相。这个很稀有啊！嘿，觉得怎么稀有？没看过这种，难得一见。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我对花都有兴趣了。油扁木屋毋但造型特别，而且会发出亲像草酸的肉的臭味。这种臭味嘛吸引猴神来遮生卵。这就是蛆，白白的就是蛆。对，我以为它在上面下蛋，就对。对，因为它够臭，所以它在这边下蛋。油扁木屋是东南亚热带植物，逐年会伫春天开花，嘛因为会发出臭味，所以有雷公屁的讲法。伫台湾野外，若是运气好，嘛有机会看到油扁木屋。虽然这种植物的外形毋是真水，但是却是真珍贵罕见的物种。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屏东县中治遮一个农民颜金珠，过去捌经营中药材生意。10多年前，伊开始用心去种土肉桂。伊讲土肉桂自头到尾拢是宝。伊嘛真拍拼申请产销履历的认证，到今年才来通过。这是台湾目前为土肉桂产销履历的认证。变成深绿色，但是它的肉桂醛还没有完全成熟。它怎么分辨它？就是用手去触摸。颜金珠教人看这土肉桂的叶啊，敢有够分，敢会使挽。伊讲。拄开始，伊就是种土肉桂真简单，想袂到需要真侪学问。很好种，就给它种下去。可是他发现到它长得非常的慢，5、6年的时候才发现到说，这个叶子怎么会没有味道？他发现到说，它肉桂醛的含量要让它成熟，它那个叶子才会甜。因为土肉桂无啥人种，用过颜金珠若拄着问题，拢是家己找资料，想办法解决。为着要让人客食到天然的土肉桂，伊要搁坚持用自然农法去种。觉得肉桂很好，然后呢，它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身体一个循环更好。那我就想说是种这个，平常泡茶或者是要做料理都可以。种土肉桂超过10冬的颜金珠，因为了解土肉桂规丛拢是宝，有杀菌和丰富的效果，伊全决定要拼势推广土肉桂。我们要做粉，
我们就只有采叶子。南金珠唔但研发肉桂粉，还阁有茶包和药布。伊希望透过侪款的加工产品，通甲土肉桂的好处推广予愈侪人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过到西北雨大阵，下半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澎湖31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常看到的就有金菇、草青牛仔、鹿角菇、煎仔菇、牛屎菇等等。金菇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常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菇的骹，互金菇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菇是囡仔上爱的菇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煎仔菇伊的喙像一对剪仔。有人叫伊煎牛仔、煎牛仔糖。台湾的煎仔菇种类真济，有的体型甲鹿角菇差不多。乌白来。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骹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菇，嘛叫做屎金菇，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菇，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烘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烘火，煞奇怪讲是牛屎菇，甲牛屎拢扔入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菇舔石棒，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诶能力有限。专去冒瓜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菇，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牛、牛仔、金菇、草青牛仔、鹿角菇、煎仔菇、捡无牛屎，讲死牛屎菇。牛屎菇舔石棒，
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物，搁较侪种无同的句仔。今仔日的大讲之句就讲到这，多谢。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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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